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5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以西结书20章39到44节，启示录第6章第1、第7章到第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需担忧。3个礼拜来台湾整个的疫情呢逐渐的上升，从破千到数千到破万，这几天都破了3万。预计确诊的人数将会再度的攀升更高。许多的家长干脆让小孩子请假待在家里面，作为所谓的防疫的作为。特别在双北市的确诊人数一直居高不下，甚至排台湾各县市的前2名，很多人都非常担心，可以说担心呢，在身边随时会出现确诊的人，担心会被匡列，担心在生活上面造成很多的不方便，当然也担心自己染疫。牧师的大儿子昨天从加州搭飞机回到台湾休假，一大早他到的台湾。那他在搭飞机之前需要2天之内的 PCR 检查。到达台湾机场之后呢，他需要做快筛，有一个防疫包交给他，有几个快筛剂。解隔离之前也需要有前一天去到医院做 PCR 的检查。隔离10天之后，还要有7天的10+7，然后7天的这个自主管理，为的是担心国外可能有变异种病毒的出现。尽管前几天中央防疫中心已经宣布呢，5月9号起入境台湾的人只需要隔离7天，但是在5月8号半夜12点以前入境台湾的仍然要维持隔离10天加7天。这些种种的规定可能造成这个被隔离的人的不方便这种隔离规定其实是为了担心疫情的突然暴增，也借着一些隔离的作为，让台湾的人民不太过于担心。圣经的背景，写作的背景虽然与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困境有所不同，但是事实上在心灵上，在情绪上几乎是相同的。无论是在旧约，我们讲说面对埃及法老王的这个奴隶，那面对巴比伦亚述帝国的被掳，新约时期面对罗马政府的压迫，或是说我们现在全球所面对的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扩散，或者是乌克兰面对苏俄的侵略，甚至连苏俄国内的反普丁的人士都会受到官方媒体的压迫以及恫吓。这些都是让人家感到担心不平安的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上帝差遣先知们来提醒，应许赐下平安，应许让他们归回故乡，如同以西结28章25到26节的经文，以西结先知对以色列人所传达上帝的
应许说：至高的上主这样说，我要把以色列人从放逐的各国领回来，这样列国就知道我是神圣的。以色列人要住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就是我赐给我的仆人雅各的土地。他们要在那里安居乐业，建造房屋，开垦葡萄园。我要惩罚那一些轻视以色列的邻国，以色列人就享安全了。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他们的上帝。上帝透过历代的先知应许以色列人将在他们的被掳之后带领他们归回，要让他们在被掳的情况之下的以色列人呢，不需要再担心，只要学习倚靠，只要归回与上帝的那个关系的建立。当然，就如同牧师曾经分享过的，基督徒不需要担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将担心交托给主。交托就是我们的担心呢，将我们的担心呢交给我们的主上帝。路加福音第12章29到31节，耶稣教导跟随的群众说：所以你们不要挂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这些事烦恼，这些事是世上不信的人所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要追求上主主权的实现，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此处的挂虑，希腊文的意思并不是担心，英文说 worry 不是这个字，而是忧虑 anxiety， 或是说焦虑，已经有精神状态的病了。这也正是牧师时常强调的，我们只要担心就好，不要忧虑，也不要害怕。耶稣基督又说，你们这小小的一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亲乐意将他的国赐给你们。为什么说不要害怕，不要忧虑呢？就如同箴言也这样教导我们。所罗门王的智慧这样说道：欢喜的心是好的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是箴言17章22节告诉我们的。这里的忧伤，箴言的经文讲的忧伤，原文的意思是指心碎 broken heart， 因为他们没有盼望，就心里忧伤，他的心就破碎了。在绝境当中的人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更需要有盼望，更需要有上帝的应许。在乌克兰的战争里面，我们看到乌克兰东南方有一个城市称为马利波。这个城市虽然遭受了俄国非常强烈的轰炸，猛烈的轰炸，整个城市几乎夷为平地的情况之下，在马利波里面有一个亚速钢铁厂，它的下面有一个密道，其中有亚速营的军队，这是乌克兰的军队，他们就是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抵抗苏俄的侵略，镇守在那个地方。看到亚速营的指挥官透过网络来表达他的立场，
虽然他们的物质缺乏，虽然是非常辛苦，但是却仍然不忧虑，坚定的抗恶。基督徒的信仰其实就是要学习这样的信念。虽然遇见苦难，但仍然对上帝坚信不疑。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无缺乏。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他使我心灵复苏，他造的应许引导我走正路。纵使走过阴森山谷，我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用杖领我，用棍护我。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待我如上宾，斟满我的杯。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感谢上帝赏赐救恩，并将救恩赐给每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疫情扩散的当中，没有忧虑，不害怕，依靠主得平安。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